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老三。啥物叫做老三呢？这就是爱对我细汉讲看这个布袋戏，爱开始讲起吼。所以我今日的主题要讲一个外省人讲台语。因为我本身是安尼，我爸爸就是当年大家拢知影，就是迄阵甲国民党政府对大陆来到伫台湾。阮爸爸妈妈是伫台湾熟悉，阮爸爸是大陆的东北吼。我若用华语来讲，咱们爸爸是东北人因为东北人无讲人，东北人就做东北人。我自细汉听阮爸爸咧讲遮个，就是讲因故乡话就对啦吼。阮妈妈是广东人广东话，所以两个人迄阵来到伫台湾结婚了所以我就是台湾生嘛，当然我就台湾囡仔安尼。所以我自细汉时我是拢讲这个华语吼。所以这个外省人的背景，我相信足侪咱的乡亲大家也拢知影。所以我就感觉真奇妙，就是讲，迄若上帝若无带领我来到台湾吼，可能我永远我都未去体会迄个台湾话的迄个美好。所以我是感觉我是一个足幸运的人，足好运的人，足福气的人，会当安尼讲，就是证明我的爸爸妈妈因讲无共款的语言，阮爸爸就讲一寡讲华语就对啦。所以我即马若咧讲华语的时候，我来想卷舌呢。北京你有啥问题怎么回事啊？就是讲我若咧讲华语的时候，人若听会叫是我是外省人。因为我自细阮爸爸是袂晓讲台语，阮妈妈是拢讲广东话，所以我是无台语的背景。所以我感觉讲，我真福气，就是我若是无来到台湾的时阵，我无法度伫我人生的中间去体会迄个台语的水。这对我的人生是真要紧。哪要紧呢？头一点，我的爸爸妈妈因是细汉时阵去伫嘉义的一个教会，阮爸爸是牧师去到咧嘉义市的一个教会伫服务。所以第一点我是真感谢，因为因去到嘉义，因为因若拢伫台北的时阵，可能我就台语可能就无遮练转。因为因伫嘉义迄个所在伫服务，所以你知影嘉义迄个四周围拢菜市啊，所以大家拢讲台语。所以我细汉时阵我伫阮兜讲爸爸妈妈拢讲华语，但是只要出门一定讲台语。所以我真笑亏，就是我读小学时阵竟然规定啦，讲台语爱罚钱啦。这我细汉时阵，我52年厝的嘛阵罚钱我讲安尼讲台语就搁罚钱，敢若通讲国语对我来讲当然无困难嘛，一定是安尼嘛。我讲国语就讲国语但是我伫校的时候，我捌因为讲台语用罚钱，你看偌好笑。所以可见，我已经台语变做我的母语我已经自然甲无经过想讲出来，全变做是台语。因为你若无讲台语，无人要甲你耍厝边隔壁大家拢讲台语啦，甚至到尾来检查偌厝边阮爸爸因为教会来足侪人讲台语嘛，阮爸爸袂晓讲但是会晓听。阮爸爸到尾要练到偌厉害呢？迄讲员来讲台语，有人台语听无？阮爸爸佫会晓翻译，听台语佫翻华语。我感觉阮爸爸嘛是真贤呢伊是袂晓讲，但是伊拢听有，佫会当共翻译。所以我头一点我咧感谢是讲，我伫到嘉义这个所在，看到这个台语的文化菜市看到咱种台湾较基层的生活，这个对我一生是足大的祝福是安怎？因为我落尾做台语的节目我主要的观众朋友，拢总是这基层的朋友，所以足侪人会讲，若无说你咧讲道我伫教会咧讲道理，人讲你这讲道听较有啦，当然听较有我自细汉我拢毋是教这个啥物达官贵人做伙，毋是，我拢是甲这乡村基层的朋友拢做伙。我细汉时是迄阵还阁无自来水，我会逐工我做阮兜上大汉的，我都爱去到门口去口井内底去灌水倒去厝。洗衫煮饭欠水安尼，我细汉时是安尼。我细汉时
爱夹一支火线，哦，煮饭的时阵，哦，是小炭，用安尼咧煮饭。我细汉时阵无即个洗衫机，是我甲妈妈去到北江溪，伫即个溪边大圳，伫遐伫洗衫，哦，用即个南桥的水井的即个湿粉，这大家拢知影，伫遐咧洗衫。我会记得我细汉时阵，我会记得我读到国小敢若3年的时阵吼，毋知记毋对啊无啦吼。读到国小2、3年的时阵，迄阵阮住的所在，我住伫咧即个纵贯路边啊吼，我住的所在才有第1台的电视。我阵囡仔老厝面的呢，拢走去电视后壁看，看讲个人是创咧倒位安尼啦，想无呢？咱细汉时阵想无讲奇怪，靠人伫内底咧唱歌咧演戏安尼啦。吼，所以我感觉我是。头一个，我感谢我爸爸妈妈将我带到南部，我第一感谢。第二，我感谢我的时代，因为我若搁较早出世的时阵吼，我凡细怎死伫战场安尼吼，我拄啊是经过战争才出世，所以我知影战争的可怕，但是我毋捌接受即个战争的折磨，但是安尼造就我安那会受福，吼。尤其我拢家己较基层的朋友吼，大家拢真亲欠、真惜福，啊，厝边隔壁大家拢互相帮忙，这个对我的人格、对我的一生带来无比大的一个影响。第三，我一定要感谢布袋戏，因为伫迄种的年代吼，无啥物，大家经济也歹，无钱啦吼，无啥物娱乐，咱细汉时阵敢若结红啊票啦吼，啊拍珠啊啦，拢算即个上介简单的啦。是家己讲掠田咧灌大伯啊，哦安尼尔啦，哦啊控油控番薯，哦啊用猪油搅饭，哦啊拢食番薯签，就是拢即种生活尔啦。迄阵呢，上大的快乐呢，就是有电视了后，最大的快乐就是逐工转去看布袋戏。迄个时阵呢，当讲规台湾虽然政府是咧推动讲华语，但是吼。迄真正叫做轰动武林，惊动万教。迄阵毋捌看过布袋戏，所以当时阵看到温州大儒侠哦，苏彦文，啊，佫下面两起的，啊，佫怪老子，吼！迄阵我看安尼嘴压，你知哦，是警察无流喙烂啦。所以我从细汉的时阵无啥物通算，足简单的啊，卫生纸安尼甲结几球，变做红仔头，然后呢。用一条手巾仔抹咧，镜头啊伸入去，哦，伸入去了边啊，佮用卫生纸绑一支枝，迄是一体剑，哦，倒手一伸，正手一伸，倒手人正手安尼，啊扎变变变，啊，甲你用喙吼做即个音效，吼，啊看将，变，我走哪里去？安尼，敢若两只手尔啦，敢若一双手算规个步啦，无人甲咱算哦，咱家己一个哦。蒙双头花呢尔，哦，家己换一身，哦，啊，拢学即个布袋戏内底黄俊雄的口碑，迄实在是到即摆为止，我感觉这是一流的啦，无人通比的。哦，伫我心目中，黄俊雄迄种口碑，迄种文雅，因为我伫基层的时阵吼，咱讲较白人吼，咧台湾话是不哩遐粗啦，诶，真正的啦，啊，迄讲话真正是足粗鲁的吼。但是我咧看布袋戏的时候，我体会到讲，人文雅的台语，佫会吟诗，哦，佫会当作对，哇，安尼是足有水准的。所以通讲布袋戏上面也互我成做我的细汉的一个娱乐，上面也成做我的一个文学的一个足大的一个启发。所以我落尾读中文系，你知影？我读东海大学伫台中，东海大学的。中文系，我对文学都变做有趣味、有兴趣，这个绝对受到布袋戏真大影响。搁再一个呢，就这个布袋戏也是来互我对这个艺术对这个舞台真有兴趣。所以落尾我会当伫电视台做节目，会当行对这条路，行对电视这个路去，这是绝对是布袋戏的功劳。所以迄阵我自细汉阵看这布袋戏内底所讲这忠孝节义，这拢是真正确、真好的一个观念，邪不胜正，啊嘛看到迄一寡歹人
为你死便我亡。哦，看到讲哦，原来安尼一句话尔，将这个人的价值观表达甲真清楚。啊，看到讲，伫这个报语内底看到人生百百种，看到各种的人物殊荣光相，甚至也有看到孤单老人。迄阵报地内底有一个孤单老人啊，出来拢唱歌咧，演一个孤单老人。啊，有看到讲，这个社会足爱钱的，举一支火是一落来写一个钱来呀。所以，所有我对这个社会认捌。我对这我阵年纪小，还阁读国小阵，我所有对这个社会认识，差不多拢是对报地来。学校当然是教历史、地理、英文、数学，但是我即摆回想，后来我整个人生足大一个影响。上面当然是教会圣经，因为我自细伫教会大汉，读圣经，知影讲上帝道理。但是上面这个社会上，咱的文化，咱的台湾的精神，迄个汉子的精神，迄个是真正受布袋戏真大真大一个影响。若毋是布袋戏吼，我无法度体会迄个台语的水。因为伫迄个布袋戏的内面，我学着讲解决问题，毋是靠武力，是靠智慧。这是为什么我叫做老三？足侪人毋知影，你姓老，你毋着等你厝排第三。我讲你讲一句话，你无看布袋戏吼？若有看布袋，知影老三哇爱讲笑，我老三事业做偌大咧呢？我即马等去台湾吼，若去到南部所在吼，老三槟榔摊，老三汽车场，老三洗衫店，老三事业变一个集团去啊！你知无？大家拢足爱用老三这个名嘛？为虾米？因为伫这个布袋戏内底，老三就是一个足有智慧的人。老三逐工若要出场，一定拢念一句诗：来了，来食好人，来山做大水。什么意思？来山做大水，你听无？听到接歹来山咧做大水的时阵，山顶个山拢总全流落来，所以本山人是老三。安尼，你看，我想这剧本是啥物人想出来哈？这口碑。较有法度安尼应用啦吼，讲老三就是来山做大水，安尼叫做三啊老叫做老三，有道理呢吼。所以你想我自细汉看这物件，对分州大儒业，佮看甲六合神书吼，所有这布袋看甲即马看甲变做霹雳布袋戏，拢总咧看，我一路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外口迄个金光戏，我拢总有咧看，我足兴趣，足兴趣的。所以这个过程中间，我体会到，虽然布袋戏内底迄功夫厉害的人是真侪无毋对啦，迄敢若一个卖唱声、文武七弦琴、看招，迄琴咧弹咧，魔音传啊，哇，大家都变去啊。虽然这功夫是真，去音乐无毋对，这内底一寡人物吼，因为功夫拢真厉害啦。但是我落尾谁来号名叫老三？因为我看到讲，要解决问题，最后毋是靠拳头宝，是靠头壳。所以老三面若要甲人讲咱安尼文明人毋通用拳头宝咧拼输赢。我出一个对啊，我出典故，看你有才调甲对下句无，迄个是文学啊。迄个伫迄个中间，迄个文学内底迄个水，对我带来足大一个影响。所以落尾我行对文字这条路，我毕业了后，我伫大学毕业了后，落尾去到新学院继续受造就。新学院毕业出来了，我去到一个咱台湾有一个机构吼，这个机构叫做宇宙光，宇宙光。可能咱大家捌听过，但是内底阮一个足要紧的带领的人，你绝对捌听过，就是咱孙岳孙叔叔所以孙叔叔我甲伊甲伊的查某囝，过即摆伊一个双生仔的孙吼，因双生仔孙落尾来西雅图读册，所以甲因全家拢好朋友啦孙叔叔是足值得敬佩一个人我怎伫迄个机构内底咧做文字的工作，因为迄是一个杂志，所以我就开始写文章。所以这个规个过程回想，我即摆出册大概已经出册已经出超特别10本册啊啦我出足侪册，拢卖了真好，
甚至我一本册叫做《教人免看圣经》穿越时间空间穿越时空看圣经，用现代人的角度咧讲古早的圣经。这本册落尾伫基督教的出版社佫有得奖大家讲认为讲这本册是迄年写了上好的一本册，所以转有得奖安尼。所以我回想我这一生，我的文字、我的文学是甲布袋戏有绝对的关系。伊互我启发我自细汉时感觉讲，这一个文学的世界是一个智慧的世界，是一个趣味的世界。人生要解决问题是靠头脑，毋是靠钱，也毋是靠拳头宝。所以我落尾来做牧师，就是一个服务社会，一个帮助人的一个工作时，我就知影，我爱靠我的头脑，我爱靠我的智慧。所以我迄阵伫宇宙港因为我会晓讲台语，伫台北会晓讲台语人较无遐尼济人，所以迄阵因咧讲想要做一个伫正声广播电台，想要做一个台语的节目，因就问我讲你敢会当做台语的节目？我讲会使啊。我自细汉拢听迄个卖药有无？迄个什么囡仔暗时妈妈好带青菜，一罐摕去食，爱偌济500免、300免、200免，一罐100买一罐送一罐，安尼。我自细汉垃圾药内底，咱细汉都敢若电视甲垃圾药嘛，拢听即个广告。所以我想有时我会当做垃圾药安尼，我是足趣味的啦。讲好啊，我足愿意的啊。所以我就开始做足侪年伫正声广播电台做一个节目，叫做《有缘来斗阵》主持一个节目，内底就讲各方面现代人爱知影的知识。因为我知影讲足侪即个若较庄脚的所在因可能无机会读册，但是因的头脑是非常的好，足聪明的。所以若有人甲因分享讲电脑啦、科技啦一寡新的观念啦讲互因听，应该互因会得到足大的帮助。所以我怎将即个新闻啦，将即个世界新的潮流啦，一寡其他国家发生的代志啦，拢透过伫垃圾药内底用台语讲出来。即个讲的过程中间，我就体会讲，你若会晓使用即个语言，用迄个台语的水白泡泡、幼咪咪、乌噜噜还是讲白色色金丝丝，足济即个足水的形容词，讲不准恶杂，即个华语拢毋知影要哪翻啊！讲你讲这，你这就是颔管啊掉流，啥物拄着无？颔管啊生一粒瘤啊，拄伫遮拄着你这你讲你这个人真正好心落伫肉顶啥物叫做好心落伫肉顶？卤死迄肉顶内底拢卤肉嘛，好心落入内底全活卤死安尼。伊讲你这个人有够卤的卤啦！你这人只好心落咧肉顶安尼卤死安尼，像这生活上的这用语我你这人啥物都毋捌，干那夜香对拜挂哪个鸡烧香安尼，我体会讲，迄台语人咧讲话会当用种文学有当甚至骂人，各用好听的话，其实咧甲你口甲你说但是你听起来袂感觉讲真刺激，听起来你会感觉讲这一种互相斗开求进步，这是一种的趣味。所以我想台语实在是这一生的中间会当好好讲台语，会当体会台语内底的水，是人生极大的一个福气。所以我伫正声广播电台做真久有一日呢，我伫内底咧录音的时候呢，门口一个无熟悉的人在看了怎入来自我介绍，讲因是一个电视台叫做好消息电视台，讲因呢咧做节目想要做台语的节目，互这乡亲来看，但是毋知要去倒位找这主持人，所以呢，因怎相对有咧做垃圾药开始做，所以呢，因找到我的节目，就来问讲你敢会当将你讲的物件怎摕来电视咧讲？我讲当然会使啊，所以就安尼开始做老三广告伫第4台拄开始的阶段，我等于就是好消息电视台 Good TV 的第1台的节目。伫我迄个时代，节目落尾拢无去因为节目一定换来换去嘛只有一个节目换到即马已经
做差不多30年啊，啊，应该讲起来然后30几年啦，啊，已经做超过30年，啥啊？因为台语，因为台语，华语的节目换来换去，但是台语的节目哦，是真受欢迎，永远都有人看台语的节目。所以人讲啊，老婆说老三你来遮搞，哦，你节目做，安尼会当做遮久吼。我讲啊，因为拢有人咧看，因为我的观众拢死忠的啊，台语的拢死忠的啊，台语的观众卖无去啦。咱伫台湾这个土地，永远都有人会讲台语，所以你用台语咧做节目，永远都有人看，啊，是咧烦恼啥？迄阵我都是这个观念，我认为讲，我用台语来讲，服务这台语的朋友，一定有人看的嘛。虽然我咱节目做了是简单无毋对。成本低，但是品质高啦。所以我节目真受欢迎啦吼。所以我有当啊行去庄下所在无熟悉的人，啊，伊看到我拢，你老三吼，有人甚至听到我的声，你这声你是老三吼，啊，伊逐工看我节目安尼啦，吼。所以今仔日就真欢喜哦，甲大家乡亲也简单讲我的故事，嘛是讲对上帝感恩，讲安尼上帝我一个外省人有机会做一个台湾囡仔，啊来。活伫即个台语的文化水的内底，因为讲超过30年吼，到尾啊，我即摆变做讲台语，佮比华语还佮较顺啦。因为台语会当表达的物件较深，哦，所以我感觉讲咱一定要继续延续即个台语的精神。所以最后对大家报告，伫我即摆目前伫设立一个服务的教会，我咧推动歌戏。啊，人问我你若无推动布袋戏，足简单的道理。布袋一个人搬尔，歌戏会当20-30个落去唱，所以若要推广，互人有参与，爱用歌戏。啊，歌戏内底的即个歌词，会当将咱人生足侪心情、咱的情绪，拢写伫内底。哦，啊，歌戏伊佫无共款，布袋戏用讲的，歌戏用唱的，所以歌戏敢若亲像歌词，迄甲布袋的口碑是两种无共款的艺术，两种拢真水。所以我也希望咱的乡亲有机会，更较是来了解咱这个歌戏，尤其阮教会一寡70-80岁吼，已经70-80岁啊，较早拢自细汉看歌戏，毋捌搬歌戏，结果即马70-80岁吼，迄一礼拜练3摆呢，足热闹的呢，吼，大家开始来练习吼，迄个歌戏伫台顶要安怎行，哦，爱姿势要安怎摆，安尼咧练习，我感觉真好。甚至阮主要咧推动的即位吼，伊过去发生严重的车祸，落尾呢，人介绍伊去唱歌戏，慢慢用歌戏过来做复健，结果恢复的情形非常的好。所以我分享到遮，就是讲要来勉励咱的各位乡亲，讲台语的水，咱来继续甲流传。我嘛希望讲，伫我服务的教会，我即摆足大的愿望是组成一个儿童的歌戏团，或者囡仔自细汉。就像我细汉时看布袋戏共款，因自细汉时会当透过歌戏，会当保留这个台语的美好。以上就是我甲大家分享的内容吼。台湾囡仔来讲台语，多谢大家。